当年的6、7月份是生长奶子大出的季节，也毋过呢，因为这病虫害去影响着产业。即马为着要改善这款的状况，所以农会是协助农民用草瓦式的 LED 的电火，伫咧夜间呢来上光，阻止病虫害。看起规片的奶子园，伫暗时拢点起草瓦式的 LED 电火，这毋是为着水，是可能为了防治病虫害上新的武器。我们已经实验了2、3年，然后就会发现说，点绿光了以后，我们吊果的数量大大的减少，然后产量大大的提升。可能讲自从用这种电火了后，那产量得到提升，奶子食起来毋但搁较低，而且可以当减少使用农药，互大家食安心。喷药的次数大大的降低，大约只有以往的1/3到1/4。那其他的时间我们就点绿光，然后做我们的荔枝的保护。以往我们防治荔枝细蛾都是完全是使用农药，后来用了绿光防治以后，我们发现整个荔枝细蛾的量可以减少到只剩下2%。目前新竹市种奶子的面积约11公顷，农会已经帮其中4公顷安装一套 LED 电火系统，协助农民来防治病虫害。硬体设备来讲，这些灯泡、还有线材、还有这些架设的设备，1分地大概不到2万块，大概1分地不到2万块。那农民呢也可以自主来架设这些就是绿光防治的这个设备。用科技种出无农药的奶子，新竹市农会指出，未来会继续推广，让奶子除了好食，嘛加一份安心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